Yalgınlıdı yaşlığını kıran bahari Yalgınlıdı berpa buldu bu yeni cahan Yalgınlıdı berpa buldu bu yeni cahan O teşrek şu yaşlanı Söylemez her zaman Söylemez biz her zaman Söylemez biz her zaman 哎，得快点，不然要迟到了。店里反正也没生意。卖报卖报，报纸买吧。哎，好，有报纸，买一张吧。买份报吗？好吧。你要什么？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看有霹雳舞，咱们去把票买了吧，好吗？小心。哎，快点，哎。也学不会。就是学不会，我们也要看。索菲亚、张燕，你们俩对健美操有没有兴趣？哎，先让我们看看你的肌肉。来呀，把马师傅的衣服绑掉啊！脱就脱，让你们欣赏一下我马师傅的美感。告诉你们，我和你们嫂子啊，每天晚上都练腿上的肌肉，这怎么能脱？真是的。这是小胡子的霹雳舞，马师傅的健美操，张燕的自由舞，我当节目主持人，你们来表演，让小胡子先来一段霹雳舞。慢着，我提议啊，先让索菲亚亲他这一口啊！别开玩笑了，你们当我不敢还怎么着？哎，你凑近点。你着什么急呀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亲就亲。不准跳！索菲亚，你的工作服呢？张燕，你的呢？现在是工作时间，胡闹跳舞是要扣奖金的。马师傅，你也不怕感冒？快把衣服穿上。做饭可不需要大块肌肉，没有必要炫耀。哎，我的好经理，楼上旅馆没人住，楼下饭菜没人吃，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还扣什么奖金？就是嘛。这个经济服务行业改革探讨会开得太好了，我非常激动。下面请各位发言吧，请举手啊，请举手。任一汉经理，听说四季饭店你承包了1年，在新形势下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再看一看，对不起。任一汉经理，我们想采访你一下。哎，任一汉经理，请你对我们听众讲几句话。对不起，我出去有点事儿。那我们中午到您宿舍找您。谢谢，不必了，再见。哎呦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梳子啊！哎，梳子！哎呦，哎呀，这是你看，这是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我看还是稳重一些为好。当然，
刚才也怪我走得太急了点。不，四季饭店热一汉经理，你好啊！你好，啊，你好。你好，董经理。啊，你好，音乐家艾丽同志。听说你在群艺馆当馆长了啊！你可真是越活越年轻啊！哪里？是啊，我非常喜欢这个时代的年轻人，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萌动意识，我认为非常珍贵。嘿，啊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！你们好啊，好。介绍一下，这是亚森，第5建筑工程队的工人，流行歌曲演员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这位是他的徒弟曲莱蒂，霹雳舞高手。来一个。好。好极了，太棒了。他们俩都在春风服装店工作，都是时装模特，又是我们文化馆特聘的舞蹈演员。当然，他们俩又都是我的知心朋友。阿姨姑娘，跳一个吧，啊，跳一个，好，来一个。好。我们走吧。这艾姑娘，啊。这种会，他们来干什么？文艺工作者也要深入生活，我们也需要他们嘛。他跳的什么舞？小姐姐，我师傅的头发胡子鬓角只需修一修，吹吹风，千万不能剪啊！好的。对不起，师傅，对不起。啊，小姐姐，千万不要剪头发。明白。请把肌肉放松点。趴下。哎呀，学习刚回来就工作，真够卖力的。哎呀，张燕，你看，他在广州才住了几个月，哟，更洋气了。你还那么爱玩？你母亲热依汉经理没有章程，饭店旅馆部一共20个床位，才住了3个旅客，不玩玩啊？真把人给寂寞死了。你说对吗，张燕？我们俩也真是太爱玩了。我们弄到一盒磁带，你听听，这首歌特别好听。是谁唱的？唱的太有味儿了。你不知道吧？是一位歌坛新秀，听说还是一位工人呢。他征服了不少年轻人。是谁写的词曲？是文化馆的作曲家艾莉。这首歌能跳舞。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支歌唱得那么好，真能刺激灵感。哎呀，趴下你看啊！对不起，同志。好，都到这儿了啊！我们趴下的手艺是第一流的啊！哎，让我看看。趴下，这头你是怎么剃的？这个月我们是要消灭事故的。经理，我走了神儿，我潜逃。怎么搞的？真是，太不像话。
谢谢小姐。是我让他剃掉的，我不喜欢这儿长头发。是的，那块长头发就是不好看。你不信啊？不信你就问问我的这位我的女朋友，还有我的女朋友的女朋友啊。是的，我是嫌他那点头发长得不好看，才叫理发员剃掉的。是这样，经理。哦。给。啊。谢谢。好，走吧，亲爱的。走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是吗？哦，你可真会帮助人呐，谢谢了。可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。我叫亚森，他叫吉莱蒂，是我的徒弟。你们二位是？他叫索菲亚，他叫张燕。啊，张燕，这名字挺好听的。来，看来你们俩是形影不离、配合默契的好朋友啊！瞧他的发饰，带缺憾的不完整构图，真有气质。说不定人家会认为这是最时髦的发饰，还跟你学呢。肯定会的。你们俩很机灵，可以当侦探呢啊！哎，你们那位朋友很喜欢歌曲吧？特别喜欢。你没见他刚才听歌都着迷了，还跳了起来，说能刺激灵感。既然他那么喜欢那支歌，这盘磁带全都是那位歌手的新歌，送给他吧。谢谢，我一定给他。咱们走吧。啊，走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希望以后能够见到你们，跟你们那位朋友。啊，再见。咱们走吧，再等会儿。我是想叫那个呆子把我画完。啊。Oh, thanks. 请等一等。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哎，怎么了？你们围这儿干嘛？快让开，让开！哎，同志，这儿不能画画，路给堵住了。哎，同志，请不要在这儿画画，把路给堵住了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？请不要在这儿画画，把路给堵住了。你听见没有？哎，请你快点让开。你怎么？哎，你是聋子，你是？哎，小姐，请不要在这儿画画，路给堵住了。我们在吃雪糕，没有请谁为我们画画啊。我们没请你吃吗？笑什么？哎，同志，这儿不能画画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你是，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你？你堵塞了交通，你听见没有？这儿不能画画。我在画服装，你没看见？你是服装，这是女人。你这服装当然穿在人身上才有效果，你明白不明白？当然不明白，少啰嗦，跟我走。到哪去？堵塞交通，影响社会治安，拘留1天。快点，跟我走，快跟我走。哎，笑什么？走就走，快走，别拉着。见你们头头去，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同志，能把画留给我们看看吗？我们在春风服装店工作。拿着。快点，不要拉拉扯扯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就走，快点。你家替，他就是咱们的服装设计师。呀，太巧了，画的真像，就是头发太长了。没关系，我喜欢长头发，再也不剪了。没想到这个愣头愣脑的结巴把我画的这么美，要不要认识他一下？四季饭店我承包不下去了，上半年亏损3000多元，这下半年更不如上半年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妈，别急，我看要改变经营方式，想办法让你们的饭店火起来。难呐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你能不能试试？说说看。搞第二产业。嗨，我们这穷饭店能搞什么第二产业？问头巾。嘎嘎嘎！妈妈，我这个动作像不像擦玻璃？嗨，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到那个屋跳去。
不像嘛。白天照常营业，晚上卖咖啡办舞会。饭店办舞会，这行吗？妈妈，现代人工作之余需要娱乐，电影电视满足不了所有的人。许多年轻人喜欢跳舞，跳霹雳舞，跳 disco， 听音乐。这是你家蒂的家吗？是的，你是？我是？哦不，你是？我是你家蒂的妹妹，叫塔夏。哦，是她妹妹，太好了。你真漂亮。哦，画架上的地址还挺具体，一找就找到了。他人呢？没什么，他今晚不回来，有一幅画他要完成，所以好。找亚森师傅再练一段。他总是干个没完。你们应该向他学习。来，我给你们拿着。好。哎，亚森，下来，跳舞，快下来。好嘞，来，休息一会儿，下去乐一乐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你来干什么？祝贺你获得自由。啊！哎呀，瞧你的脸怎么了？快去洗一洗吧。是吗？走吧。啊，就在这儿洗。没人管。没人管。啊。刚才你说我失去自由啊？我没失去自由。不是拘留你了吗？啊，所长说我还构不成犯罪事实，所以就没事了。不过我为他们画了幅画。啊，这简直像我跟你妹妹瞎编的画一样。怎么，你去过我们家了？你画我很独特，我想好好认识你，你不见外吧？怎么会呢？哦，像你吗？啊，什么时候画的？昨晚睡觉的时候画的。有一件令人陶醉的活动，你能参加吗？哦，什么活动？明天是周末。正好是我参加工作2周年，几个朋友很想在群艺馆给我庆贺一下，跳跳舞，你也去好吗？啊，我这没关系。哎呦，我的腿麻了。哎呦，我的腿也麻。天哪！你快站起来呀！我来拉你。最佳角度，最佳姿态，比他本人更有味儿。哎，
那个画家一定爱上了阿依古里，瞧他那样儿。这里过3个庄，一个好汉3个帮，为了大家都幸福，世界需要热心肠。听说他理了个怪发型，对，他的那撮头发是怎么回事啊？在一个非常规定的情景中，我愉快地失去了这撮头发。大家注意，现在我的风度全都集中在额头的这一小部分上。啊，顾里他哦，他叫亚森，我们都是群艺馆的积极分子，他是小头头。你不认识他？不认识。阿依古里，为了支持你发起的周末晚会，我还请来了一位内地来巡回演出的霹雳舞高手，他叫李三，想跟我们的吉莱蒂比一比。啊，大家欢迎。危险。哎，吉莱蒂，没事的，算了。没事，吉莱蒂，没事。我说，吉莱蒂，你感觉好，动作练一下会更好的，啊？对，咱们再练练。他还不行，我绝活儿还没露呢。哎，该你唱歌了，大家鼓掌，听好嘞亚森唱歌。
请他过来。好的，我们去叫他进来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磁带里头的那些歌，你一定都编了舞，你跳跳吧，我来给你唱。好吧。哎，他们俩怎么会认识的？是我姐姐，亲姐姐？不是，是那样的姐姐。你有朋友了？也许吧。来，给我。小英，你听音乐。哎，真好。告诉教练，去跟他们比试比试。好，罗教练。哎，上楼跟他们比试一下吧。啊，行啊，走吧。哎，就这么去？怕什么？我们是世界上最美的动物啊！又胡说了。
鞋脱掉，你也把鞋脱了。什么？脱呀，脱嘛！我脱干嘛？哎，好，我脱。朋友们，我和我教练还有我老婆想给大家表演一段。哎，好，好啊！哎，我先表演一个啊！让你上楼去。那我上去了。你刚才的舞跳的……不，我的鞋我出丑了。那没什么，光脚跳还是挺带劲儿的。你的舞有点劲舞的味道，只是差些技巧和难度，练一练会练出来的。我特别迷恋劲舞。我第一次这样，请你千万别，不然我会活不到明天的。是吗？有那么严重？是的，是那么严重。请把外套穿上。哎，你们的裙子太短了，请到别处去吧。去吧。真怪。穿这个有饮料吗？有。请喝咖啡。我不爱喝咖啡。有汽水吗？那我们只有咖啡。那我们回家吧，都渴死了。哼，顾客要的我们都没有，只有咖啡，真寒碜。哎，行了，算了。请喝咖啡。牛奶也没有，不行，我不喝。哎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们糟了，真是糟糕透了，这些人拉都拉不住。今天晚上这舞会啊，起码要赔245块。请别走，就我们两个跳太难看。我们不跳了，别走啊！不难看的，不跳了，我们不跳了。哎呀，你们别走啊！我们不跳，跳一会儿都没人了。对不起。嗨，没人跳，咱们自己跳。来，小胡子，哎，来段 break down。行啊，瞧我来，来啊！哎，好。嗨，这音乐又没个灯光，情绪起不来啊！就是，舞会应该有电声乐队，还应该有五光十色的彩灯。哎，咱们在明亮的日光灯下面来一个水兵舞怎么样？趴下，声音放大点。来啊，来，转。
来转，来啊，转，太不像话了！不许胡来！哦，哎呀，妈，进去看看吧。进里边坐，包您满意。请坐。你要咖啡、可口可乐还是牛奶？我要茶有吗？有。请吧，幽香的龙井茶。哦，这么热的天让我喝热茶。再说我根本不喝龙井茶，我想喝凉茶有吗？有。我要咖啡。好。请吧，清凉的茉莉花茶。咖啡，糖您自己加。小姐，请您跳个舞。妈妈，我去跳一会儿。这个老时髦，他跳得真好。老师，他的舞跳得好极了，他就是亚森说过的趴下。哦，你就是趴下。唱歌的亚森说你可以成为现代舞的明星啊！今天见到你果然如此，可惜亚森今天有事没来。那是我妈。哦。啊，是任一汉经理，我认识你，真是太巧了。你好，我已经喝完茶，要走了。这儿的咖啡味道好极了，我常来喝，一块儿再喝一杯吧，任一汉经理啊。我女儿喝过了，咖啡那玩意儿我从来不喝。哦，你有这样一位女儿，实在是太幸福了。我有话要跟您说，想自我介绍一下。那次会议上，我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？你是群艺馆的馆长，有名的音乐家，叫艾莉。对啊，你一直记得我。那么我请你跳个舞吧。我？对。来，跳吧，大家欢迎。我带你跳来。跳吧。好久不跳了。很有功底。过去你一定跳得很好。那是五一节、国庆节、过年都跳，周末也跳。是啊，现在时代这么好，为什么不跳呢？你有没有注意，青少年们已经把他们的迪斯科让给了中老年人去跳霹雳舞、摇滚舞、劲舞了，而不少中老年人他们的迪斯科跳得相当好。可我不行。不一定，咱们还是跟着这个有生气的时代，高高兴兴地向前走吧。今后你想活动活动胳膊腿儿，吸吸新鲜空气，或者有什么难办的事，就来找我吧，我一定为你尽力。
可以了吗？啊，可我们以。开始排练。放音乐。现在开始。走的不好，还是王群和阿姨姑里好些。王群，你示范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了，去更衣室换装，快点，我们一会儿来检查。这个。帕西姐姐，有什么事吗？不耽误你的工作，换你衣服吧。我只是想请你帮帮我的忙。等会儿啊，说吧。请你帮我牵根线，看来只有找你了。给你介绍男朋友？是啊。你看中谁了？亚森，就是那个唱歌的。他是个建筑工人。我喜欢粗犷有意思的人。你真想跟他好，可是已经晚了。他结婚了？还没有，不过已经相当好了，每天晚上都要在一起到深更半夜。是谁？群艺馆的，叫塞阿西。塞阿西，哈族姑娘。这有什么？维族小伙子爱上哈族姑娘有的是，当然哈族小伙子爱上维族姑娘的也不少。都穿好了吗？穿好了，好了，好极了，赶快自己修修妆。等会儿请设计师来检查。好的。这件衣服也能穿吗？设计师，这衣服是不是要个腰带？啊，这个腰带呀。这个腰带作废。小姐，你往前站站。这件衣服上面要宽，这腰也要宽。还要宽呢？我理解你，亚森是挺有魅力的，我曾经给他迷住过。走在大街上，一见到他棕色的头发，就一个劲儿的跟着他。后来认识以后，他说只能把我当做小妹妹，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世界上好小伙子有的是，我一定帮你忙。这帽子，干嘛戴帽子？别这样。不，这几天我一定要找到他。你这死心眼儿，现代爱情用不着吊死在一棵树上，你说呢？嘿，你好啊。我找亚森。啊，你忘了，小姐，今天是礼拜天，他去群艺馆了，有事吗？我们为你带话。不，我谈的事儿非常非常重要，只能面谈，明白吗？哦，那太好了，那一块去吧。好的。好。小鸭子们，快走吧。来了。给你票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广播里说中国霹雳舞希望在新疆，这话真有点道理。维吾尔族对舞蹈有一种特殊的接受能力，不得不佩服了。赶快过来排练。趴下，回头见。好，再见。阿姨，小朋友好。好吧，那待会儿我们一块儿跳。
I'm known to defy. This time is forever. Love is the answer. I hear your voice now. You are my choice now. To love you. 有人找我，对不起。双人舞往前跳。你好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这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的舞蹈要参加全国比赛了，正在彩排。我跳得不好，不，跳得很好，他们也跳得很好。超过雷塞姆克，我们俩好好练，一定能超过他。还是来找他了，你去找吧。他身边还有一个漂亮的哈族姑娘，我想一定就是那个塞阿西小姐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不过不要激动，去吧。我要诉说我爱你，来，你看这儿。我要诉说我爱你，我要诉说我爱你。好。我要诉说我爱你。来，唱你那句。只有我心中拥有你，我带给你欢乐和温暖，我带给你思念和记忆。来，我们一起唱。我带给你欢乐和温暖，我带给你思念和记忆。今后虽不能在一起，我去一下。趴下，你好。我找你有点事儿。亚森，要等你吗？等我一会儿，可别走开啊。队长，晚上10点排练啊。哎，好的。别下去了，就在这儿，说几句就回去吧。对，也好。我去理发馆找了你几次，你都不在啊。我已经停薪留职，帮我母亲办饭店。好啊，有股男子汉的味道啊。是吗？亚森同志，我母亲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最近吗？啊，最近我一点也分不开身呢。我正为我的塞阿西，这不，他正等着我呢。那就算了，别那么为难。刚才我看见了，你很爱你的塞阿西。当然了，不爱还能整天为他忙吗？对不起，打搅了。啊，没什么，过几天我去找你。不用了。你不是有事来找我吗？不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来看霹雳舞的。其实我也很忙。再见。我停薪留职来4季饭店协助我母亲工作，我绝不辜负母亲和大家的期望。我们饭店一定要优质服务，绝不坑害顾客。那么钱从哪儿来？我们不能走邪路，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，要想办法广开门路。大家出力流汗，克服困难，做过去没有做过的事。通过我们的智慧和劳动，一定能够增加收入。我们每一个服务人员要打起精神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可以化妆，可以穿流行服装，这是一种礼貌、文明、振作和热爱生活的表现。女人可以用漂亮的脸蛋儿招来客人，
可我们这些胡子，你说怎么办？男同胞苦力干活，顶天立地啊，那没说的。不过我们也要打扮，用男人的风度，吸引顾客。好极了，你很有想象力。我们争取用我们的魅力吸引整个社会。对对对。男同胞们要每天洗脚，常用稀释来药水儿。从现在起，4季饭店改名为帕哈尔饭店。这太好了，意思是希望春天。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帕夏夫经理拿出了他准备结婚用的存款。他哥哥就是我们的任一汉经理的儿子尼加提，拿出了他画画挣的钱投资我们饭店，大家表示欢迎。明天开始维修装饰帕哈尔饭店。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为大家设计了一套服装，请看。来，给我一套。拿着吧。妈，这是你的。真好看！妈，你看那些大楼，帅的，漂亮。当心啊！挂上，挂这儿了，好吗？好。这几个字不错吧？好。这搁哪儿啊？帕夏经理，休息一下吧，让小艾珊给咱们跳个舞。好吧，休息一下。对，给大家跳个扫地舞。扫地舞。跳得不错，干活去吧。干活。来，这个推过去。好。小猴子。我整夜陪着你，快来看呐！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，不管昨天和明天，只要我心中拥有你。姐姐，你看我像不像猴子？我带你给你思念和记忆，今后虽不能在一起，求你今后多保重。我整夜他怎么哭了？帕夏爱上那个唱歌的。怪不得，看他那样儿。妈妈，你不要从外表看人，他做你的女婿，你这儿会很红。你怎么知道你家庭？反正我知道。他的老师是艾丽馆长吧？我去招呼一下。好的。阿姨。这衣服你穿上一定很合适，里面试一下吧。不，我怎么能穿这样的衣服呢？我随便看看。我想买一件中老年人穿的。请等一等，苏老师，我来了个朋友，这你负责吧。好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饭店有了起色，可家里烦恼不少。听说
阿姨孤立爱上你儿子你家体，天生的一对啊！我很想看看你女儿趴下的舞蹈。等饭店工作能腾出手，我一定让她来。那可太好了。趴下，他有对象了吗？孩子条件高，很难的。他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呢？也许是唱歌的。有道理，和搞音乐的人在一起生活，充满诗意，少忧愁。你说对吗？这灯我好像没见过。是，这灯给生活增添了色彩。亲爱的，我们这儿唱歌最好的叫亚森。哦，亚森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。这年轻小伙子怎么样？歌唱的不错。任以涵，我真没想到你也会喜欢歌。亚森的歌多半是我创作的。音乐往往会改变人和人的关系。我一直想找机会陪你一个。瞧，我已经买了。哎，教练啊，你把我们给忘了？不会的。他是谁呀？他……走，看看去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你好。你好。趴下在吗？当然在。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来见我？他让我告诉你，他有对象了。不可能啊，是他母亲托馆长告诉我的。这是真的，他的对象叫帕哈尔。跟你们饭店一个名字？我们这个饭店可能是帕夏和他对象投资的。不可能吧？这是真的，是帕夏自己说的。他现在哪儿都不去，成天忙帕哈尔的事。帕哈尔可能出差就要回来了。真的是这样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他……我们说的都是实话，不信你自己去问问马师傅。他在会上跟大家说了，这个饭店是帕哈尔准备和帕夏结婚的钱改装的。哦，这摩托车多少钱？11000。哦，还是进口的呢。没说和帕哈尔结婚的钱。说了就没味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问问马师傅。那我问问去。算了，别再找什么人问了，走吧。亚森，你瞧。亚森，他来了。这一段我特别满意。我去看一下。好。你也来殡仪馆工作了？谢谢关心。艾丽老师，我走了。帕夏，你不是交代好了工作才到这儿来的吗？怎么就要走呢？今天是礼拜天，突然想起有件事儿要向我的帕哈尔交代，对不起。你还等什么呀？快去追呀！谢谢你关心我，她已经有男朋友了。谁说的？是。这样，今天晚上我约帕夏到我的钢琴室来，到时候你也来。好的。
arjini ngurungda老师，是里边洗脸吗？是，这音乐太好听了。这是我们在南疆巡回演出时录的，可以跳霹雳舞。小姐，你们这儿能跳霹雳舞吗？能跳。有热水吗？有。哎，有人找你们，请进吧。啊，吉莱提，你好。你好，李三，我一直等你回来。那就是说，你一直在练喽？他们是谁呀？上回跟你们说过的，吉莱提，这是我哥们赵凯。啊，你好。那是孙杨。李三，你要是看得起咱哥们儿，就把上次没做的绝活玩一遍。本来我不想跳，既然哥们儿一直等我回来，又一直在练，那么就来吧。不过这儿太小，玩不起来。大念，带他们去个好地方。你们跟我走吧，走吧。走，等等，让我穿件衣服。来，都进来吧。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哦，帮忙，他们想在这儿跳霹雳舞。霹雳舞太好了，大家都来娱乐娱乐，把所有装好的电灯都打开，给他们照一照。快走！哦，小姑子，你的消息真灵通。帽子呢？戴上。你们不明白，提供客人娱乐是要有分寸感的。我没过分。他们在你们面前跳了这么一个动作，这说明了什么啊？他们在我们面前跳了这么一个动作，说明不了什么。他们在你们面前跳了这么一个动作，动机就是不纯。他们只是在我们面前跳了这么一个动作，谈不上什么动机纯不纯。他们在你们面前跳了这么一个动作，就是要追究。那你追究好了。他们在我们面前跳了这么一个动作，就是这么一个动作。几个陌生的男性客人在你们面前跳了这样一个动作，还跳了这样一个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我们要开会。妈妈，我了解过了，客人只是在他们面前跳了这么一个霹雳舞动作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什么？只是在他们面前跳了这样一个霹雳舞动作啊？霹雳舞动作啊？就不闻不问了。经理，我们只是看他们在我们面前跳了这么一个霹雳舞动作，随你便，开除好了。是啊，你们怎么可以让几个陌生的男顾客在你们面前这样的霹雳舞动作？这可是个霹雳舞的高难度动作。谁跳的？一个叫李三的。李三啊，他回来了。明天让他到群艺馆来找我。
啊，热依汉经理，找你有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一言难尽，只有请你帮忙。妈妈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我去了。你师傅雅森呢？这会儿在工地。晚上呢？晚上在群艺馆排练 CRC 乐队。哦，CRC 还有乐队？是啊，你不知道？我们走吧。告诉我妈，下班我有事不回家。现在我们干活吧。你好。你好。是你孙子？对，不是儿子。多大了？不小了，今年3岁了。今天是他生日。来，来弹琴。请坐。任一涵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很荣幸。今天下午我请了一些客人。好吧，你就交给我吧。那太好了。他是你生的。你是不是不信？怎么那么小啊？实话说吧，我没有孩子，他是从医院里抱来的，平时放在奶妈那儿，有时间我就接回来抱抱。这也许是人的天性吧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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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我不喜欢这儿长头发。千万不要拒绝，我这是第一次，不然我会活不到明天。这么严重？亚森，你给我下来！趴下，你来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要问你，难道你的第一次意味着还有第2次、第3次？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你说什么呀？不明白，那就说明白吧。塞阿西是谁？塞阿西怎么会是谁呢？那就是你忙着快要结婚的爱人了。趴下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嘛。我不要你解释，我可没有什么第2次、第3次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塞阿西是个乐队，怎么会跟我结婚呢？不听不听，塞阿西当然有乐队，是你帮助的吗？趴下，我。你欺骗了我，我总算知道还有你这样的现代青年。哼！哎，趴下！哎，小姐，别走！闪开！都是一帮哥们儿，还偷听。雅森，快追，快点追！雅森，快去追呀！快去呀！啊！咱们再练练。
你站住！你站住！走，我带你去看塞阿西。我不去，你别拉我，我不想去看你的漂亮的未婚妻。你记住，晚上10点，在群艺馆大排练厅，我跟塞阿西等你。给你。你也要记住，我绝对不会去。好，画完了，你们看可以吗？怎么没画我？下面拍照，照片里会有你的。太棒了！为了设计服装，我多拍几张。为了你设计出漂亮的服装，参加比赛，我可以做出贡献。那太好了！你要给阿依古里设计出一件漂亮的结婚服，懂吗？我懂。快站起来！好嘞。你们把手举起来，行吗？好。太美了。OK， 好。快拿给他。我起不来了，我去拿阳伞。摆个姿势啊！等等。哦，好。OK， 快坐这儿。好，OK， 快把腿翘起来。好，你们俩，扭腰，太美了。OK， 好，你过来，再来，好，你站起来，转过来，都撅着鼻子了，OK， 王群，给我们俩拍一张，好啊，快给我们俩拍一张。好的，你们站好了，靠近点，笑一笑嘛，笑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好。如果亚森在就好了，他真有魅力，他一唱歌，姑娘就坐不住了。现在可真没劲。来，咱俩干杯。我们新疆好地方啊，天山南北哈牧场，戈壁沙滩边2天，积雪融化灌农庄。唱得可真不错，没想到。What do you think about attracted? The woolen cloth of China are very good, especially in Xinjiang. This 这几件式样不错。是。这些姑娘长得真漂亮。那是。
小伙子，是谁教你的？我自己学的。我姐姐趴下还会跳劲舞呢。趴下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小伙子，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训练？啊，还能参加比赛吗？愿意。有几位顾客每天都来吃你的炒烤肉，耶！太好了！现在我们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了。妈，艾丽老师来了。啊，你好，我来抱。哎呀，你好，艾丽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来请趴下参加选拔文艺人才邀请赛的，也请你参加。为了刺激舞蹈艺术，我还请了外地选手。你太爱年轻人了。他们有个性，有追求，他们代表着这个时代。还是我那句老话，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向上的萌动力量，是时代变动的力量，是他们推动着我们。他的意思让我们都去，是吗？是吗？都去。好。准备唱歌，去。OK。他来了。你可知道我的爱？我对我不理睬，请你轻轻告诉我，不要说我对待。爱你在心不能开。应该说些什么？爱你的心不能开，爱你的心不能开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接下来是霹雳舞演员的节目，先请一位从内地来巡回演出的跳霹雳舞的朋友李三表演。由塞阿西乐队伴奏。姑娘，你一定要好好的跳。他在那。举来的，哎，把他交给你了，就看你们的了啊！你放心好了啊。妈妈，哈哈，哈哈，宝贝儿，来，我抱。哈哈，瞧吧。哥们儿，长舞来了。
位很有希望的选手。请喝饮料。啊，谢谢。跳得太好了，喝汽水吧。谢谢。其实我挺喜欢你的。我也挺喜欢你的，不过我是汉族，你妈会反对的。你要是真的喜欢我，我妈不会反对的。真正的爱情是会被父母理解的。是吗？怪不得你充满信心的。父母能理解我的心，也一定能理解你的心。报幕的。哎，我去了啊。你去吧。来，先吓唬吓唬他们。来，快点。来，戴上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不知道。行了行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再跳。快上，不然他会生气的。好。我还没和姑娘一起练过啊，没关系，就让她教你啊。以后再练吧。好。You better run, you better do what you
啊，先生你好，どうも。欢迎您とてもよ光临。かったよかったな。しかしサラダはじゃないよ。サラダ。哦，小姐，请您翻译一下。说你唱得很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不过里面有一个发音，萨拉都应该发萨拉达。萨拉达，谢谢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请到这边来。请坐。请坐。趴下。这是什么歌？日本电影《阿西门》的插曲。对，你看这横幅，亚森组织的这个乐队叫赛阿西，意思是要超过阿西这个歌。今天是彩排。他组织了一个乐队叫赛阿西。赛阿西。我说节奏再强烈一点，要震撼。架子鼓的节奏也要再强烈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对，就这感觉。好，咱们再来一遍。唱得真好，乐队演奏也很有水平，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。阿夏，他为了筹建这个赛亚西乐队，这些日子工地、排练厅、工地忙坏了，忙瘦了，瞧他，眼睛都红肿了。佳娜，过来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现代舞演员帕夏，这位是我们的歌手佳娜。来啊！这是我的爱人马克萨提，他和亚森在一个工地工作，而且住一个宿舍。这就是亚森梦里呼唤的帕夏，瞧她多漂亮！你好。你好。亚森实在太爱你了，可你为什么不爱他呢？最近这些日子，他把爱都倾注在乐队里了。这支歌总算搞出来了。
一桌请。气氛真热烈。是。你看。现在由群艺馆独唱演员雅森唱劲歌，舞蹈演员趴下表演劲舞。我姐姐怎么样？绝了，真不错。你看够格吗？完全够格。
是太好了啊！是啊，是啊。